今日我哋會畫曼陀羅，嚟到挑戰嘅第9幅作品，主題係療癒，配色係熒光綠加桃紅色。老實講，呢兩隻色咧，平時我係好少將佢哋擺埋一齊嘅，因為對比大又搶眼，所以最後咧我就決定用曼陀羅去演繹，咁畫出嚟咧都比想象中和諧嘅。畫曼陀羅嘅過程咧，同平時畫風景畫真係好唔同。佢係有一種節奏，好似你越專注咁樣重複圖形，重複咁樣擦走啲顏色，個心就會越慢慢咁樣靜落嚟。你唔需要諗太多，淨係需要跟住形狀，跟住呼吸，成個人咧自然就會去返一個好穩定嘅狀態。咁當完成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幅畫係有啲似一樣嘢嘅。不過我唔講住，你哋可以留言話俾我知，你哋覺得似乜嘢？而喺畫完呢幅畫嘅同時呢，香港亦都發生緊一場好嚴重嘅火災，燒咗已經足足24個鐘，到而家都仲未完全救熄。所以今次呢幅畫對我嚟講係多咗一層嘅意義嘅。希望呢幅畫帶住生命力同埋有光嘅曼陀羅，都可以將一啲祝福、力量同埋愛送俾大埔嘅居民、傷者同埋所有嘅消防員。希望大家都平安。如果大家都想試下畫曼陀羅，試下用呢個過程俾自己有靜落嚟嘅時間，你哋可以參考返我之前嘅 video，嗰度有講點樣由零開始去畫曼陀羅。最後開估俾大家聽，我覺得呢幅畫好似一個火龍果，你覺得呢？